6月是热烈欢送的毕业季，伫咧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，所有家长因为现场的位无够，受气失控，对校方人员戏戏叫。校方表示讲，东港其实有另外安排，会当看直播的会场，卖阁请班级的导师斗联络家长斗沟通。 热烈的毕业典礼门口开始出现吵闹，一个家长真生气，对学校的人大喊：“大学，我的孩子，我们的家人不会再来了。”学校看到祝福的花口，6月毕业季有未少学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。不过，台南应用科技大学14早起举办毕业典礼时，传出家长甲学校人员发生冲突，家长骂人。 他单独在骂他，因为我那个工作人员都没回他，然后他马上走出来，然后他就是说什么这是什么烂学校啊？我们家长难道不配拥有位置吗？位置那么少，让我们家长会晒太阳，我们缴了4年学费供小孩读书，什么连位置都没有。 根据了解，学校因为毕业典礼会场空间有限，现场敢提供2楼座位，大约300席给家长。看到毕业生讲未少无位的家长，误走去毕业生的楼梯式的座位区去坐，互学校赶，这引发家长的不满。 有特别规划另外一个空间，也就是奶健堂，是可以容纳得下家长来，而且里面也有舒适的这些冷气空调，可以透过直播来观赏整个典礼的流程。热烈的毕业典礼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争议，刚才最后无影响典礼进行。学校讲，迄天有另外安排会使直播观礼会场，后续又请导师来联络家长，说明这个误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